點解咁多香港人要捱夜睇波呢？點解甚至有男士想用呢首歌做佢嘅結婚進行曲？呢一首係歐聯嘅主題曲。歐聯即係歐洲聯賽冠軍盃，係歐洲足協最頂級嘅球會賽事，被譽為全世界最頂級嘅足球球會賽事。每一屆有超過10億嘅電視觀眾收睇。今屆嘅歐聯由2025年7月一直踢到2026年嘅5月。今屆嘅決賽係喺5月30號，由法國嘅巴黎聖日耳門對英格蘭嘅阿仙奴。巴黎聖日耳門仲係上年嘅冠軍。拍呢條片嗰陣未係決賽，未踢呢一場波，我唔知道邊一隊贏咗冠軍，但點都好，都恭喜贏咗嗰一隊。歐聯係喺1955年成立嘅，當時叫做歐洲球會冠軍盃，又或者歐冠，淨係得歐洲足協唔同國家嘅冠軍球隊先可以參加。嗰時淨係得淘汰制，贏嗰隊就晉級。呢個咁樣叫做淘汰制。到咗1992年，歐洲足協就將歐冠盃改名做而家嘅歐洲聯賽冠軍盃，即係歐聯。不過有時有啲人都會叫呢一個賽事做歐冠盃。喺香港習慣咗叫歐聯，喺澳門就會叫歐冠盃，喺中國啊、台灣有時都會叫歐冠盃嘅喎。喺1992年開始，多咗球隊可以參加，開始有分組賽，16隊波分做4組，每組有4隊波，頭2名可以去之後嘅淘汰賽。最多人熟悉嘅賽制就係32隊波分做8組，32隊波分做 A 至 H 8組，每一組有4隊波。佢哋會打6場賽事，6場賽事分別係主場同埋作客。主場譬如巴塞喺自己主場踢3場比賽，對其餘嗰3隊球隊，佢亦都會去人哋嘅球場去踢3場比賽，總共6場比賽。之後每一組頭2名就會入到去16強淘汰賽。16強淘汰賽，每一輪嘅淘汰賽，每一輪呢度1輪、第2輪、第3輪、第4輪都會打2場比賽，主場同埋作客。贏嗰隊就會去到下一個階段，一直踢到去決賽去爭冠軍。決賽係得1場比賽嘅啫，會喺中立場地。譬如今年嘅決賽
就係喺匈牙利嘅布達佩斯嘅普斯卡斯球場踢嘅。巴黎聖日耳門係嚟自法國，而阿仙奴係嚟自英格蘭，但係佢哋都唔喺法國，又唔喺英格蘭踢，而係喺匈牙利。其實歐聯係不斷改制度嘅，但最大嘅改變就係2024-2025球季，歐聯由32隊改咗做36隊波，唔再分做 A 至 H 組，唔再分組，而係變做一個大嘅聯賽。36隊波喺一個大嘅聯賽度互相去比拼，呢一個叫做瑞士制度。36隊波，每隊波會抽8隊波去踢，佢哋會對8隊唔一樣嘅球隊踢8場比賽，然後頭8名就會直接進入16強嘅淘汰賽。至於第9到第16隊嘅球隊，就要同第17至24名嘅其中一隊球隊去打2場嘅淘汰賽，去決定邊一隊可以攞埋最後嗰8個16強嘅名額。然後個賽制同之前一樣啦，都係一直打淘汰賽，打2場主場同埋作客嘅淘汰賽，最後去爭冠軍。呢個係歐聯嘅冠軍獎杯，係銀色嘅，又叫做大耳杯。大耳杯，因為呢個獎杯有2隻好大嘅耳仔，贏得最多呢個杯嘅球隊係西班牙嘅皇家馬德里，總共贏咗15次，而贏得最多呢個獎杯嘅國家都係西班牙。西班牙嘅球會贏過20次歐聯。歐聯係俾歐洲最勁嘅球隊去踢嘅。歐洲足協亦都設計咗歐霸杯、歐協聯，去俾一啲排名低啲嘅球會或者排名低啲嘅國家嘅球會去參加比賽。歐聯嘅冠軍同歐霸杯嘅冠軍就會踢一場叫做歐洲超級杯嘅比賽，去爭呢個歐洲最佳球會嘅殊榮。睇完呢條片，希望你會明白點解啲人咁瘋狂咁中意歐聯，點解香港嘅球迷捱夜唔瞓覺都要睇歐聯，點解有男士想用歐聯嘅主題曲做佢哋嘅婚禮進行曲。如果你中意呢個系列，記得逢星期2我就會出新片。呢個系列總共有7集，下一集我會講世界盃，因為世界盃就嚟開始啦。記得訂閱同埋開啟鐘仔，讚好，仲有分享俾你嘅朋友睇。留言話我知你覺得邊隊會係世界盃冠軍啊？留言話我知你希望下年邊隊可以攞到歐聯呢？係巴塞啊！我哋下次見，再見。